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係夏妙儀，我係朱耀偉。係啊，咁喺4月12號咧，我哋就會喺沙田嘅文化博物館咧，就會有一個鄧麗君漫步人生路嘅座談會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嗰日除咗我哋兩個之外咧，仲會有馮應謙教授啦。我哋就因為舊年就出咗一本書咧，就叫做《漫步人生路》嘅。咁而2025年咧，亦都係鄧麗君離開咗我哋咧30年啦已經。咁啊，Stephen，你嗰日會講啲咩內容咧？睇到鄧麗君嘅歌咧，唔單止係流行音樂有個影響咯，可能喺電影裏邊有一啲化學作用啊，可以變成咗可以話跨越咗媒體啦，所以對佢影響力更加廣泛。咁咧，我就想從一個學術嘅角度分析下鄧麗君，譬如穿旗袍，作為一個女性，當時有咩嘅意義咧？咁啊，4月12號咧，我就會帶呢個作品俾大家現場去睇下，我用壓花做嘅呢一個鄧麗君姐姐着旗袍嘅呢一個作品嘅。4月12號下晝3點鐘，希望大家都2點零鐘好過嚟啦。就係沙田嘅文化博物館啦，有朱耀偉教授啦，香港大學噶啦，咁另外有中文大學嘅馮應謙教授啦，同埋夏妙賢啦，我哋一齊分享漫步人生路鄧麗君姐姐嘅呢一個紀念30週年嘅座談會。希望到時見到大家，到時見。到時見。再提大家4月12號沙田文化博物館先到先入座，到時見。